经16时30分许，在文化一路本所远景发现银色休旅车变换车道未打方向灯，车上人员形迹可疑，上前拦查，驾驶拒不开门，欲冲撞远景。警方依《警察职权行使法》使用强制力破窗，车内4名男子趁机逃窜，逮捕其中1人为越南籍高姓男子。高男因头部被玻璃割伤，通知消防队协助送医治疗，无生命危险。全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桃园专勤队静候遣返，并持续追缉在逃失联移工到案。警方维护治安，保障国人工作权，取缔非法移工，保障合法劳工。